你試過未呀？喺旺角或者銅鑼灣，求其入一間裝修到卵係回舊，門口掛住個冰室大招牌嘅鋪頭，坐低嗌個海味招牌黑松露滑蛋飯或者沙爹牛麵，加多杯大牛冰嘅通例茶，成去80-90蚊。結果蛋飯冷到好似隔夜，啲肉真雪味重到呢，連啲汁都似係開粉咁。呢種咁講唔係食嘢，係直頭覺得自己交緊智商稅。好多人話而家香港餐飲業難做，話啲人嗰個禮拜6日都湧晒去深圳、長沙、廣州，搞到香港變咗40%，話啲客唔撐本地雙非係叛徒。但我想講，你哋班老細有無謂過？點解人哋寧願搭成個鐘車排長龍過關，都唔肯落樓下幫襯你？咪再奶北上熱潮啦！根本係你哋自己將間鋪變成咗一個預製菜加工廠，用緊幾蚊成本嘅真空包裝嘢，賣緊人哋幾倍嘅價錢，呢啲先係真正嘅亂象。我哋今日就嚟拆解下呢啲海味嘅冰室究竟係點樣用預製菜嚟你錢撻嘴。首先你要明白咩叫預製菜。以前我哋去茶川倉講究嘅係運氣，原來大煮後大廚喺廚房係咁炒係咁煮，你吞到嗰啲框框聲，聞到嗰啲陣陣油煙香，嗰啲先至係食鑊。但係2026年初嘅今日，你入到去好多新式連鎖冰室，你聽唔到炒嘢聲，只係吞到微波爐叮嗰一聲，或者係啲員工撕開膠袋嘅聲。呢啲預製菜其實就係大型工廠一早整定嘅成品，入面加咗幾多防腐劑、增味劑、鈉含量超標幾多倍，你根本唔知。佢哋只需要將個袋攪入熱水浸熱，或者放入微波爐，唔使3分鐘就上得菜。你以為你食緊嘅係魚絲精算？唔好意思，其實係工廠兩湯。好，我哋嚟計一計呢筆爛賬。一個預製嘅沙爹牛肉包，如果係批發嘅話，成本可能只係3至5蚊港幣。一包預製嘅滑蛋嘢，成本都係2-3蚊，加埋啲平價米，成碟飯嘅食材成本，分盤裝唔過10蚊。但佢賣俾你幾多錢？68蚊、78蚊，甚至係啲球行區賣到88蚊。呢個利潤空關，你話唔係交智商處係乜嘢？人哋會話：哎呀，香港租貴呀，人工貴呀。係，我承認2026年嘅租金依然係咁離譜。但呢個唔係你攞劣質食物去乞壓嘅滯後。如果你因為做貴而要縮緊食物質素，縮到變咗垃圾，咁你同直接喺人哋個緊包度藏錢有咩分別？好多老一輩嘅香港人，或者係由細食茶川倉大嘅朋友，對冰室呢兩個字係有情懷嘅。以前嘅冰室係賣冰、賣小食、賣嗰種人情味，但而家嗰啲新式冰室完全係掛羊頭賣狗肉。佢哋個裝修整到好懷舊，有晒霓虹燈，有晒舊海報，其實就係想吸引你入去打卡，等你可以喺社交媒體影張相，幫佢哋做餅妹嗰幕。但當你影完相，攞起對筷子，你就發現中咗伏，啲嘢食完全冇靈魂。你問心嗰句，你喺屋企樓下超市擺包微波爐飯，同佢嗰碟有咩分別？分半仲超市嗰包仲好食啲，起碼人哋標籤寫得清清楚楚。再講返北上熱潮，點解深圳啲嘢食咁受歡迎？唔單止係因為平，係因為人哋真係有進步。2025、2026年呢2年，你上去睇下，人哋啲嘢食雖然都有預製菜，但人哋起碼分得清清楚楚，平嘢就平賣，貴嘢就真係有血絲喺你面前現做，而且人哋嘅服務態度真係將你當成客。喺香港呢，你去嗰啲連鎖冰室，入到去好似欠咗佢咁，坐低未夠半邊磚就催你落單，食咗15邊磚就開始收你啲碗筷，想坐多陣飲啖水都俾人黑面。呢種趕客式嘅服務，加埋自生砌式嘅預製菜，你叫香港人點樣撐落去？碟飯一上位，我已經覺得唔對路。雞泥變牛腩，每一塊嘅形狀都係一模一樣嘅正方形，完全冇嗰種手切嘅紋理。食落後嗰陣味係好死板嘅辣，冇香料嘅層次感。嗰種口感，靈禽就係喺工廠高壓煮熟之後，再急凍送到過嚟嘅。嗰餐飯加埋通奶茶，埋單95蚊。嗰坐係到位，我呢95蚊究竟擺咗啲乜？我擺咗個租金，擺咗個燈光，擺咗個老細駕跑車嘅期款，但唯獨擺唔到一份對得住自己個胃嘅食物。好多餐飲業老細成日喺提書度叫苦連天，話2026年係餐飲業寒冬。你哋以為雙非大眾係傻嘅，以為只要裝修人名改得好聽，請幾個 KOL 嚟吹捧下就可以長賺長有，但你哋忘記咗餐飲業嘅根基係味道同品質。當你放棄咗呢兩樣嘢，轉向去玩成本控制玩到極致，用預製菜去填補廚師嘅位置，你其實已經親手打爛咗自己個飯碗。再講預製菜對健康嘅影響
喺2026年已經有好多研究指出，呢啲長至期存放嘅食物營養流失晒都算，入面嗰啲高鈉成分對我哋呢啲日日食外賣嘅打工仔嚟講，簡直係慢性自殺。你每日使成100蚊食啲咁嘅嘢，長期落去，你要俾嘅智商稅仲要加埋聯同費，一年不浪漲，真係越計越心寒。我哋唔係唔想留港雙飛，我哋係想雙飛得有尊嚴。如果一間鋪頭佢肯用心去煮一碗麵，肯用新鮮嘅食材去炒一碟飯，就算佢賣貴少少，我哋大把香港人願意支持。我哋反感嘅係嗰種錢嘅心態。你明明係攞個塑膠袋入面嘅嘢出嚟叮熱，你憑咩收我80幾蚊？你憑乜嘢話呢個係如斯推載？呢種係誠信問題，係行業操守問題。好多人北上係因為喺嗰度佢哋可以輪返物有所值呢4個字。你可以話大粒嘅人公平，所以佢哋做得到。但係如果香港嘅冰室連最基本嘅熱辣辣、新鮮煮都做唔到，咁你同人哋仲急乜嘢？你只會令到更多人覺得留喺香港食飯真係交智商稅。我身邊好多朋友以前係嗰種非名牌村莊唔食嘅人，而家佢哋情願喺屋企煮，或者專程過關去食餐好嘅，都唔想落街受嗰啲連鎖冰室嘅氣。呢個就係市狀最真際嘅妄象，雞鳴過列尼。我哋要睇清呢啲冰室嘅真面目，佢哋通常有一套好標準化嘅流程，中央廚房統一生產，急凍物流配送，店面間蛋翻熱。呢種模式本嚟係為咗連鎖快餐店而設嘅，例如大家樂、大快活，佢哋賣得平，大家有心理預期。但問題係，而家啲外圍冰室明明行緊快餐模式，出賣緊精品川倉嘅價錢，佢哋利用大眾對冰室文化嘅喜愛，去包裝佢哋嗰套廉價嘅商業運作。呢種行為真係好脆弱。有啲人可以會辯解，話預製菜係大勢所趨，全世界都係咁，係日本都有預製菜，美國都有，但人哋嘅預製菜分級好嚴格，而且磅價透明。你喺日本嘅便利店食個預製便當，可能只係幾百元，折合港紙30-40蚊，而且質素仲好過香港好多冰室。喺香港你係用緊高級餐飲嘅價錢，食緊連便利店都唔預嘅嘢。呢個先係大家憤怒嘅原因。我哋唔好再俾呢啲所謂嘅北上潮轉移視線。如果香港嘅餐飲業真係想救亡，第一步就係要戒咗預製菜成陽症，返璞歸真，用新鮮食材，請返啲真係識煮嘢食嘅師傅，而唔係只係識得撕開膠袋嘅操作員。老細們，你哋成日話請唔到人，其實係因為你哋逼唔起人工，又或者你哋個廚房根本唔需要師傅，只需要廉價勞動力。如果你哋肯尊重呢個行業，尊重你哋嘅客，我相信2026年嘅下半年，香港嘅街頭會重新旺翻起身。但如果你哋雞臭執迷不悟，雞臭用呢啲預製菜嚟籠客，咁我只能夠講，執辣係你哋嘅宿命。收費者嘅眼睛係雪亮嘅，我哋嘅靈尖都係誠實嘅。當我哋試過1次2次，發現自己交咗智商稅之後，我哋就絕對唔會再翻轉頭。你哋賴北上，賴政府，賴地產商，不如賴下自己點解唔可以正正經經煮餐好飯？所以話留港雙飛究竟係咪交智商稅？呢個問題取決於你入咗邊間鋪頭。如果你入嘅係嗰啲只會登嘢食、舒服鬼、服務差嘅冰室，咁答案係肯定嘅。我哋作為收費師查，一定要學識去分辨，睇下個廚房有冇煙出，睇下啲牛腩係咪塊塊一樣樣，睇下碟蛋有冇蛋香味。如果唔對路，就唔好再幫襯。繼續送咗，我哋要用我哋嘅錢包去投票，淘汰嗰啲淨係想呃錢嘅奸商，留低嗰啲真正用心經營嘅小店。呢場預製菜爛中，係時候要清算啦，唔好再俾嗰啲裝繡花嚟嘅冰室蒙蔽你嘅雙眼。記住，你俾嗰幾十蚊擺嘅應該係食物嘅營養同廚師嘅手藝，而唔係一個因住冰室2個字嘅精美包裝。2026年，我哋要做一個清明嘅收貨車，唔好再做嗰隻俾人宰骨嘅羊。講到尾，香港餐飲業嘅崩壞唔係1日2日嘅事，由10幾年前開始，大型棋盤壟斷市場，為咗追求利潤最大化，開始引進海外嘅標準化管理。當時大家覺得幾好嘅，去到邊間分店食嘅味都一樣。但係慢慢嘅，呢種一樣變成咗死板，再演變成今日嘅全預製。我哋失去咗嗰種每間鋪頭獨有嘅味道。以前每間茶村煎嘅沙爹牛，每間冰室嘅奶茶都有佢自己嘅味方。你今日想食濃啲去呢間，聽日想食滑啲去嗰間。而家你喺尖沙咀食同喺屯門食，根本係同一個工廠出嚟嘅味道，完全冇分別。呢種缺乏特色嘅飲食文化，點樣留得住客？你同人講香港係美食天堂，你唔覺得心虛咩？2026年嘅美食天堂
難道就係只傳承一切食急通包？呢種現狀真係香港人嘅悲哀，那種現狀真係香港人嘅悲哀。我哋擁有咁深厚嘅飲食底蘊，有咁好嘅技術儲備，點解會淪落到要靠預製菜嚟爭場面？老細們，如果你哋真係覺得租金太貴，冇辦法生存，咁你哋可以選擇轉型，或者做啲更有創意嘅嘢，而唔係喺度一啲老街坊、一啲遊客。你哋知唔知好多遊客嚟到香港，滿懷希望想試下正宗嘅冰室味道，結果食到一套戲返去，喺小紅書或者頭後版坐寫負評，呢啲負評累積落嚟，傷嘅係成個香港嘅名聲。你哋賺咗嗰幾年快錢，但背上咗香港幾十年建立嘅品牌，呢筆數點樣計都係10。而且我哋要反思下快呢個字，香港人追求快，食個晏都要趕時間，呢種心態逼咗預製菜一個生存空關。但我想講，快唔代表可以隨便，而家好多冰室係又慢又難食。你嗌個餐，佢可能因為要排隊入微波爐，都要你等成10分鐘。呢個上到嚟係熱啲皮唔熱啲心。你話咁樣嘅快有乜意義？我哋作為收費私人，其實都要付翻少少錢人。我哋係咪太過追求嗰種打卡感？係咪見到邊間鋪頭裝修得穩，就唔理佢好唔好食都衝入去？如果我哋唔再為咗嗰張相而交智商差，呢啲爛店自然就會消失。我哋要支持嗰啲真係喺廚房度流汗炒菜嘅師傅。我哋要話俾市場聽，我哋要食真嘢，唔要食膠袋嘢。2026年，香港正面對一個好大嘅轉型期，無論係經濟定係文化，我哋都要慳返自己嘅核心總經力。餐飲業更加係咁，唔好再沈溺喺過去嘅輝煌入面，亦都唔好只係識得怨天尤人。如果你間冰室仲係為住用預製菜去呃錢，咁磨痕你早啲收山，唔好再喺度浪費大家嘅時間同金錢。我哋香港人其實好簡單，我哋只係想要一份有誠意嘅早餐，一碟夠運氣嘅乾炒牛河，一杯茶味濃郁嘅奶茶。呢啲要求過分呢？喺2026年嘅今日，竟然變成咗一種沙球。呢個現象本身就係一個笑話。希望呢條片可以喚醒大家食嘢之前為一位睇清楚啲。無再被冰室兩個字壓到，見到啲太完美、太標準化、太無煙味嘅嘢食，就要留個心眼。我哋嘅錢係辛苦揾返嚟嘅，應該花喺值得嘅地方，而唔係用嚟補貼嗰啲用預製菜嘢錢嘅懶裝。最後我想講，香港餐飲業唔係冇得救，關鍵在於誠信。如果你敢喺門口掛張告示話本店所有食物均為現做，唔用預製菜，我估定你門庭若市。但你有冇呢份膽量？你有冇呢份執着？如果冇，咁就唔好怪啲人北上消費，因為人哋至少唔會將你當成傻仔，用幾蚊雞嘅成本買你80-90蚊。呢場關於智生菜嘅討論係時候要畫上一個句號，但呢場關於香港味道嘅保衛戰先至啱啱開始。大家出外趕食嘅時候，醒目啲，唔好再交勢俾呢班預製菜奸商啦。回頭再抱憾，嗰啲喺2024年、2025年就開始陸續結業嘅冰室，當中有多少係真地因為生意不好，又有多少係因為失去了靈魂而被收費車拋棄？租金貴係一個使環，但不係唯一嘅因素。如果你近係看那些經營了30年、40年的老字號，為什麼他們能在高昂的租金下生存至今？因為佢哋有根，佢哋嘅雲吞係每天新擺的，佢哋嘅湯底係每天清陳老製的，佢哋嘅師傅係做了幾十年的老手。呢啲都係預製菜遠遠無縫取代嘅東西。飯館遠就係呢啲開了不到2-3年就倒閉嘅新式冰室，佢哋就是係一次性商品，用快速嘅裝修、快速嘅加盟、快速嘅預製菜模式，想要快速嘅回本。姜中泰省市嘅經營理念本身就係對餐飲業嘅後運，佢哋把食客當成了流動嘅數據，而不係活生生嘅人。當數據不再工作，他們就關門大吉，換個名字再舉套重嚟。我哋不能再讓這種風氣蔓延。就如果每一個人都對預製菜保持什麼，如果每一個人都追求為這種智生菜埋單，那麼以後在香港，我們可能真地再也吃不到一頓現做嘅飯菜。想象一下24年後，當我哋嘅下一代問起什麼是茶川香味道時，我們難道要帶佢哋去超市買個冷凍包，然後說這就是當年嘅味道嗎？這難道不係一種諷刺嗎？哎呀，女人，私語負評居然做預製菜充當新鮮噴張嘅店長，係我為我佢要最嚴厲嘅批評。對於嗰啲捐子貧實、不隨波逐流嘅小店，我呢要給予最大嘅支持。這本刊更是為了我們的胃，更是為了守護這座城市的文化底蘊。2026年，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消費習慣，每一次消費都係在為我們想要的未來投下一票。
如果你唔想未來滿大家都係預製菜工廠，那就從今天開始，記住嗰啲名不副實嘅冰室，看清積不難撞，守護好你自己嘅錢包，也守護好這座城市最後的一點煙火氣。別再說什麼留港雙非是情懷，真正的美德是追求卓越。強往，如果本地的餐飲業只會躺在掛枯的公樓簿上，甚至倒退回假日即食嘅年代，那這種情懷就是廉價的。我哋需要的不是臨分，而係進步。我哋需要的不是招牌，而係美味。如果你係一冰室老闆正在看這條片，我希望你能反思一下，你的廚房裏現在放的是什麼？你的廚房裏有沒有一個能讓你引以為傲嘅師傅？將夜爽點咁翻拜，像未點工爭雪好之前。2026年，香港嘅消費市場正在致力一場大洗牌，嗰啲靠中心差、靠包裝、靠壓錢生存嘅店鋪，終將會被時代淘汰。而嗰啲真誠、用心、對食物有敬畏之心嘅店鋪，一定能熬過寒冬，迎接春天。窮嘅佢別再拿北上熱潮當遮羞布啦，那是你自己嘅問題。當你把客人嘅胃當成垃圾桶，客人自然會用腳投票。堪稱冰室預製菜嘅積不難中，係我們每一個香港人擁有嘅腳戶。別再交智商索啦，真的不值得。最後，我想送給所有愛食之人一句話：尊重你的胃，太值得更好的。唔好再俾啲海味嘅網紅冰室大節奏，好食頂唔好食，你自己條論最清楚。見到嗰啲賣相完美得寸睇片，味道死板得寸撚寸實滑，用緊地走出去，尋找嗰啲真正有溫度、有靈魂嘅香港味道。2026年，我哋要活得通透，食得精明，味不難像。我哋今日就清到呢度。下次你去冰室嘅時候，記得問一問師傅，呢碟嘢係咪現炒㗎？如果佢眼神練，咁你就知應該點做啦。共礦諗不需要昂貴嘅盛宴，諗只需要一份對得起價錢、對得起良心嘅真誠。留港雙飛應該係一種享受，而不係一種無奈嘅智商菜。希望下一次我們能在街角嘅那間樓之後，重拾那份久違嘅真質嘅味道。再重申一次，2026年香港人唔係無錢消費，係唔想俾你當係傻仔咁消費。搞清楚呢一點，香港餐飲業先至有希望。如果你仲係想靠嗰啲塑膠袋入面嘅預製菜嚟呃錢，咁你嘅懶眾終有一日會連本帶利咁還返出嚟。大家醒目啲，睇清真相，唔好再受辦。